後來繼續來看南投市，昨暝有金仔店發生着搶案，一個掛喙罨、戴假頭帽的男子，趁金仔店要關門進前，衝入去店內，控制着頭家娘的行動，企圖要來搶金仔。頭家娘趁機會走出去發救人，有3個過路人聯手壓制這個男子，擱摕電擊棒甲電。結果男子所舉的家私墜落塗骹，互民眾搶去，這個過程是驚險萬分。3個過路的民眾發現查甫人搶金仔店，就隨去甲入，聯手甲查甫人壓制，不過查甫人佫無放棄，拼命滾量。查甫人想要徛起來逃走，不過過路人合力甲伊壓制掉，佫舉電擊棒一直甲查甫人的腳產電。過程中，查甫人手頭的武器落去，互民眾趕緊提走。警察來了！警察來，這個跑！警方接到通報，到場甲查甫人上銬。查甫人當時戴假頭毛，目落佇咧塗骹。昨暗時8點外，南投市這間金仔店當要休困，查甫人甲頭家娘殺入去店內，甲鐵門拖落來，準備要摕財物。頭家娘趁查甫人摕財物的時，甲鐵門拖開逃走，大聲喊救人，引起過路民眾的注意。查甫人要逃走嘛，無幾步，就互見義勇為的過路人合力來壓制。攜帶手套、水果刀、鐵錘、模擬槍及手電筒等作案工具，趁店家準備關門打烊之際，強行控制被害人的行動。嫌犯33歲酷姓查甫人，敢若是因為債務走投無路，才來搶金仔店，結果搶無成，顛倒互見義勇為的過路人合力制服。